嘉义市政府配合民间团体，伫咧市内的宗人医专，设嘉义市头一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，提供时大场地甲设备。学校的中照区系学生嘛会当有实际陪伴时大的实习机会。配合老师的指导，上课的校园做伙纯正身躯做瑜伽，这个校园拢是60岁以上的时大，而且因上课的动作拢有请物理治疗师来设计，要来加强因的筋肉。透过他的肌耐力提升以后，我可以告诉各位，他的心情状况就会变好，而且他能够做的事就变多，他就不会有过去那一种，我老了好像什么事都没办法做的感觉，反而他会变得很有活力，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啊、肌力量。这间伫学校内底新成立的长照据点，这个月22日才正式启用。来这时大唔有学校资源的课程通学习，长照相关科系的学生嘛会当培养服务的经验。那对我们年轻人来说，也跳脱刻板印象。那其实年轻人搭近长辈的距离，我们也对这个行业也不会说太过于排斥这样。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的趋势，轻盈共照的部分。你若伫咱家滑倒，还是心肝病痛，拢无人知影，来到这骗一个人咧照顾，然后食饭啊，食到足营养的，这是真正是老人福音。虽然这启用无几工，但是逐工拢有时大要来上课。主任表示，刷来规划个人瑜伽推广甲认证，希望培养更较侪老师，互包围据点的时大，嘛会当来上同款的课程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